係我好奇怪咧，就係統計處、勞工處咧兩份嘅調查都冇觸碰到一啲好關鍵嘅問題，譬如佢哋有冇僱傭關係，有冇簽合約，有冇工傷，有冇保險，有冇糾紛，甚或有冇交稅，即係成份嘅無論係兩個部門咧，都冇觸碰到呢啲關鍵嘅節點，即係我想知點解啫。其實唔少嘅朋友佢哋都視佢自己係一個嘅即係自由工作者咁樣嘅性質。咁但係我哋其實一路嗰個立場都係強調就係話呢一批嘅平台工作者到底佢哋係唔係僱員，佢哋有冇僱傭關係，其實係要睇一籃子嘅一啲嘅即係因素去作出一個判斷。咁即使喺同一間公司，佢係受僱於同一個平台，但係可能佢受僱嘅時間個年資唔同，佢哋所簽嘅或者如果係我唔叫做簽一個合約嘅話，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嘅服務嘅協議，嗰個協議嘅內容可能都唔一樣。